要离了台湾话。第四课，伊会别互我。阿姨，你食饱未？食饱啊，来坐。你的字有写未？我还未写。我也还未写，你要写无？好，咱来写。你要用啥物笔写？我要用万年笔写，你咧？我无爱用万年笔，我要用圆珠笔写。这是你的圆珠笔，是无？毋是，阮老师讲伊无爱用，伊就互我。恁老师是台北的人，是无？毋是，伊是台中人，因太太是台北人。恁老师因太太在做啥？伊嘛在做老师。阿明，我爱去台中，你要去无？啊，你去，我毋去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